再来看台中市为了振兴经济，昨开始来开100块，会当换200块的无条券。本地伫台中市的一中商圈有190间的店家会当使用，也毋过雄雄只剩58间会当使用。嘛发现讲有民众中途买券，佮加上只限定伫固定的区域来消费，有消费者认为讲无啥公平，嘛无方便。台中市一中商圈的店家，一早起就开始备料准备做生意。讲到最近市府为了刺激消费，25号已经开始发放的无条券。一中商圈大部分的店家拢表示，无清楚活动的内容。很多商家都不知道，是昨天回去看电视的跑马，我们才知道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无条件我们要怎么跟政府去配合，或者是后面领款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不飒飒。而在伫活动开始之前，一中商圈的脸书嘛公布会有190间店家会使使用。不过25号活动开始了后，伊佫更改公告，下座的店家只有剩58间，互袂少民众甲观光客嘛拍消想要来玩的想法。逛头卖狗肉啊，对啊，就是政府说的跟实际上用的不一样这样。他法规会误指为是店家，所以才会有量那么多。机制不是很了解，所以他们是说，先暂时不配合这次的无条件。市府表示，因为人底的落差，所以大部分的店家最后拢无愿意参加活动，输入配合的店家只有剩无到1/3。另外，嘛有民众发现，因为领取无实名制，袂少人中户来领，会使使用的期间嘛伤短，嘛若对着刺激消费的效应有限，规定嘛无公平。排完然后又再回去排，换个5次。5次一次可以赚200块，就赚1000块了。有门路的不用去购物，他直接找店家去换钱出来就好了。市府表示，目前使用领取号码牌方式来发放，不过无实名制，只会使尽量款刷，唔通中户来领。另外，可能民众大部分是当日消费使用，以及可能摊商配合收管的作业，所以第一阶段只有规划用到5月28号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